我给你找个专家会些诊，这个啊，这个要没事儿我就给你治肾，这有事儿我就不敢给你治肾。或许你觉得我很欠儿，但是你不欠儿咋整啊？好多病人上林老师来看，就占到个便宜都能占到跟北京专家会诊，还不收挂号费的那个。就是说，因为这样疑难病例咱不会看，不会看呢，你让他去找人，他满世界找，可能半个月都找不到一个恰当的人，找到不恰当的人还被骗了，被忽悠了。所以说呢，我们直接给找个人，把这事儿给解决了，都踏实。这看来想当好老师，还得联系周围的大咖呀。那对呀，你得能解决问题，尤其你在这个位置上。真的，我能够做到的，当时就我们尿毒症病人都能该手术手术，该处理处理，不就是我们白丁班这些人，谁的烂事我都给他管了，然后我的病人到他那儿烂了，再转回来我接着管。真的，我是说你手术完了之后有问题，我来都